過來消息來看，有專家指出講，囡仔佇讀小學進前是預防近視上好的時機哦。所以，去年開始，國民健康署甲台大病院合作，招75個眼科的醫生去7個縣市的幼兒園來替上班的大班的學生來檢查目睭。今年哦，嘛閣繼續辦理，嘛歡迎講有愈濟縣市嘛來加入。即馬電子的產品真普遍，大人甲囡仔攏定定咧買手機啊，對目睭也會造成傷害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國內高三的學生有87.2%的人攏近視。專家就指出，囡仔讀小學進前是因視力的發育期，也是預防近視上好的時機。所以去年國民健康署就甲台大合作，招75個眼科醫生去7個縣市的幼兒園，替超過1萬個大班的學生檢查視力，發現誤會大班的囡仔有近視的佔9.5%，近視初期的佔48.5%，加起來有58%，等於是10個學生內底有6個有近視的風險。這個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公衛創舉，召集眼科醫師入園，幫小朋友做全面的散瞳篩檢檢查，篩檢了14570個小朋友。那其中我們發現，在學齡前小朋友大概已經有58%的小朋友已經有近視或近視前期的危險，而且有40%的小朋友需要到眼科就診，他們可能有近視、弱視、斜視這樣的問題。醫生表示，有一寡視力的問題需要專家才有法度發現，量早檢查才通量早治療。國健署也表示，這屆的試辦計劃是國內頭一屆針對誤會囡仔做大規模視力的檢查，也希望透過檢查提醒家長重視囡仔目睭的健康。若無顧好，一個近視一年就會增加100度。其實近視跟用眼的距離很有關係哦。那以前看電視，如果距離夠的時候，可能還不會那麼容易近視。現在幾乎那個 iPhone 放在前面，然後你都會看到小孩就貼到快要眼睛上面去。及早的視力篩檢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到了小學時期，那個度數的增加會非常的快，即1年100度的增加。醫生也提醒，若是囡仔長時間擱近距離的看物件，較少出門活動，也是定定困無飽，攏會增加囡仔近視的風險。也若國健署講，今年會繼續試辦這個計劃，也期待有擱較儕縣市共同參與。記者郭玉麒、林佩凱台北報道。